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QQ。一早起身呢，就梳洗完就化個妝先，因為今日我哋要去睇 JJ 演唱會啊！2個月前呢，黃生就幫我哋搶咗飛啦，所以今日呢，我哋就約咗一齊去啟德睇啦，哈哈哈哈！哇，好正啊！我哋嘅場好大啊！大家好啊，我係 JJ 林俊傑。今天晚上呢，我希望可以繼續透過音樂來點燃你們的許多青春的回憶，好不好？你們準備好了嗎？我們連着了飛越天空的一刻，終於找到最高聯繫的美好，一輩子暖暖的好。我想對你好，從來不知道想你想你，不是好把你忘記最大煩惱，我找不到你單純的面孔，愛從濃管今年，誰還記得是誰先說永遠的愛我？不會自發等我的光，以後的月亮會讓你去遠離真相，別人證明我會受不了黑暗，當夢會慢慢向着夜雨中心碎的彩虹。我記得康永哥講過，演唱會係人生嘅某一個回憶，而人類係依賴回憶嘅。咁將來希望我回憶起呢一段美好嘅回憶嘅時候，我都會記得呢一刻係幾咁美好，而今晚我係幾咁開心。美好嘅一日又結束啦，希望大家鍾意今日嘅視頻啦，我哋下期視頻再見，拜拜。